今日係2025年嘅4月22號啊，咁同大家咧更新一節黃金嘅走勢。喺上一集影片嗰度咧，我都有同大家講咧，黃金咧係即將會突破3000蚊大關。咁你見到咧而家咧黃金已經係升穿咗3450蚊㗎啦，即係我喺尋晚直播時候咧同大家講嘅目標價，今日咧已經到咗。好啦，咁黃金未來嘅走勢會係點呢？咁我哋今集咧用波浪理論咧一齊探討一下。喺今集內容開始之前咧，麻煩大家同我撳個 like 訂閱我呢一個 channel， 同埋留言支持我咧拍更加多用波浪理論咧分析嘅影片。廢話唔多講啦，睇翻黃金嘅走勢。咁你見到咧，其實你見喺 Trading View 咧呢個 chart 咧。大概喺黃金最早咧，其實可以睇到嗰個升浪咧係1970年啊呢個位置。咁1970年咧發生咗乜嘢事令到黃金展開咗佢呢一波嘅升浪呢？冇錯，就係當其時嘅總統尼克森總統咧就突然之間宣布美元同埋黃金係進行咗一個脫鈎嘅行動。嗱，如果大家咧對經濟基礎底層咧冇乜邏輯嘅話咧，都可以簡單咁了解下，因為美金係可以不斷咁印出嚟嘅，而黃金喺呢個市場上面咧係有限量嘅。咁呢一兩個資產咧，其實市場上面咧會認為佢哋係走一個反向嘅，即係話如果啲錢一直印得越多嘅話，啲錢就會流向一啲比較保值嘅資產。而且嗰個資產咧必須係有限量啦，唔可以亂咁發鈔啦，係啦。咁其實其中一個資產咧就係黃金，另一個資產咧就係比特幣啦。咁我哋投資嘅時候咧，最緊要了解咗佢最底層嘅邏輯。你要知道乜嘢資產必定係長期嘅一個升浪，佢先有條件咧繼續上升嘅。咁黃金就係其中一個啦。好啦，咁如果了解咗呢個底層嘅邏輯之後咧，你會知道咧。一旦美金唔會掛鈎翻黃金嘅話咧，美金一定係節節攀升噶啦。好啦，咁睇翻成個波浪嘅週期咧，嗱一樣嘅，我哋用波浪理論拆解到1、2、3、4、5係咪？嗱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而家咧好大機會係喺呢一個週期嘅尾聲，即係話4浪去緊5浪。咁你要見到咧，其實直播都有同大家講，你會見到標普嗰個升勢同埋黃金嘅升勢咧，基本上咧係一條直線嘅，係啦。但係佢哋有陣時候唔能夠同步嘅，即係話你如果參考翻而家標普有機會發生緊一個熊市，係啦，咁資產咧相對嚟講咧係會流入黃金嘅，咁但係咧我認為其實最底層嘅邏輯咧並唔係話去到避險嘅，係啦，我認為最底層嘅邏輯咧，其實佢哋買黃金嘅動作咧，其實係對沖美元嘅貶值，係啦，只要美國出現一啲經濟危機，令到美元有機會貶值嘅話咧，黃金都係有機會上升。咁一樣嘅，我哋睇翻波浪理論，4浪去5浪，咁你見到咧，其實成個 cycle 咧呢一個嘅4浪嘅底啊。係咪呢一個4浪嘅底？其實係講緊2016年啊，呢一個底。咁其實咧，2016年到而家咧，其實都接近10年嘅升勢啦。而我哋呢個4浪去5浪咧，已經足足 last 咗10年啦。好啦，咁其實咧，我喺較早前嘅直播咧，只能夠短線咁推斷到咧，黃金最多係3000零蚊，係啦，因為牛市咧其實係。嗰個資產嘅牛市咧，我係好難估到個頂部嘅，係啦，必定要配合翻當其時個經濟周期嘅，所以你見到咧而家美國咧係唱緊衰退或者滯脹之類嘅問題，令到咧美元大幅貶值嘅話咧，資產就會流入黃金呢一度啦。好啦，咁因為咧，我記得我之前咧俾大家個浪咧唔係咁樣嘅，咁點解咧？我會調整咗我一次嘅波浪理論。波浪理論咧就係咧嗱，如果假設啊呢一個4浪係呢個 cycle，而我哋喺呢一個嘅 cycle 嘅尾聲，好啦，咁如果我用月線級別咧，可能大家咧會睇得更加清楚啊，係啦。咁點解我會調整咗我呢一個浪咧？即係我點解會將佢呢個3浪咧向後咁延伸咧？其實最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我睇到佢嘅 MACD 啊。係啦，咁你要睇到咧，佢 MACD 咧嗱突破咗3浪咧，完全冇出現任何頂部嚟嘅情況咧，甚至其實佢喺呢一個4浪去5浪呢個 cycle 咧，其實佢個 MACD 係一浪高過一浪嘅，係啦，佢完全冇任何頂底背離嘅，咁即係話 back on MACD 呢一個嘅指標咧，呢一幅圖話到俾我知，黃金呢一波短線嘅上升
並唔係我哋散戶衝入去買嘅，係啦，呢一個係 MACD 話到俾我知最重要嘅指標，which is 喺波浪理論入邊咧並冇發生任何嘅大級別嘅四浪，係啦，大級別嘅四浪係指緊呢一個3去四浪，呢個3去四浪。呢一啲先係大級別嘅四浪，咁你要見到咧，而家完全冇任何頂底背離啦，完全冇任何大戶散貨嘅跡象啦，甚至係可能大戶咧係衝緊入去。好啦，咁睇翻 MACD 咧，我想講解一下咧，其實我之前嗰個浪咧係點樣數嘅。咁我之前個浪咧，其實我喺呢度咧係冇將佢推斷成為一個延伸嘅3浪，係啦，我之前個波浪咧係呢一個係3浪。呢一個係4浪，係啦 ，which is 呢一個咧係2022年嘅底啦，係4浪嘅大底啦。跟住呢一個先係5浪。好啦，咁問題就嚟啦，完全冇任何頂底背離嘅情況之下咧，我唔能夠推斷咧，或者我唔可以判斷我哋而家呢一個咧係呢一波升浪嘅尾聲啊。係，所以咧根據翻波浪理論咧，我要將佢嗰個大3、大4同埋大5浪向後褪，即係話咁樣褪翻。係啦，咁樣褪翻後，係啦，而之後咧，佢呢一個中間咧，必定係配合翻，一定要配合翻一個延伸嘅，延伸嘅3浪，係延伸嘅3浪、4浪、5浪，咁樣再去推。咁而家如果呢一個數法咧，就會更加吻合到我波浪理論嘅條件啦。好啦，咁如果當其時佢係冇發生呢一個延伸浪嘅話咧，我用波浪咧，其實有一個嘅簡單推斷5浪嘅條件嘅，就係咧可以用呢一個3浪去4浪嘅下跌段咧，其實去計嘅。咁如果我就咁好簡單咁推咧，咁其實你會見到咧，嗱呢一波嘅週期咧，我本身咧只係根據翻波浪理論咧，其實佢最多可能只係大概2800蚊嘅位置。咁 which is 咧係一個比較神奇嘅比率嚟嘅。咁點解當其時會好早嘅影片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呢一個2800蚊咧，你會見到咧其實呢度咧係某一個頂嚟嘅。好啦，咁而家咧你會見到呢一個頂唔係頂，點解？因為而家嗰個基本面發生咗一啲改變，令到佢呢一個5浪發生咗個延伸嘅浪，係啦，即係話5浪入邊再做多個延伸1、2、3浪，係就好似我頭先俾咗呢幅圖你哋。好啦，咁咧可以用一個波浪嚟間斷推一推咧5浪嘅目標。留意翻啊，我係用緊月線級別去推呢一個5浪嘅目標，即係話如果你聽咗我呢條影片而盲目衝去買入黃金嘅話咧，唔係代表佢嚟緊個1個月或者1年佢會飆升到去呢個目標價嘅，係啦。咁留意翻啊，唔係一個嘅投資建議嚟嘅，純粹波浪理論教學。好啦，咁用翻1浪同5浪等比嘅關係啦。好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咧佢呢一個5浪如果係有相等嘅關係嘅話咧，其實佢最基本呢一個嘅5浪，佢係有條件升到0.68至1嘅比率 ，which 都幾誇張，係可以升到7500蚊至到25000蚊。好啦，咁佢仲要符合一個條件嘅，就係佢呢個5浪咧，佢唔可以唔可以長過3浪啊，因為波浪理論入邊咧3浪係唔能夠最短嘅，所以咧如果我再用一個3浪去推5浪嘅關係嘅話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咧佢呢個5浪咧最高佢係唔可以升穿8000蚊嘅，係啦，除非佢呢一個1、2、3浪入邊做多一個延伸浪啦。係啦，咁而家咧短線咧，我只能夠同大家區斷咧，其實上到7000蚊左右嘅位置咧係有可能嘅，但係唔會係嚟緊呢幾年發生，係啦，因為每當黃金升嘅時候，佢必定要配合翻成個大環境大週期，就係要減息或者美國經濟要有一個衰退啦，令到美聯儲減息要印錢。黃金呢啲資產咧先會升嘅。好啦，咁放大翻少少，用翻週線級別去睇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咧你啱啱呢個延伸嘅3浪咧，呢個頂咧，其實我已經係畫咗出嚟啦。咁喺尋晚直播都有同大家講嘅，大概3450蚊啦。咁其實呢度咧可以同大家計一次，係啦，
咁你要見到咧，其實佢已經升穿咗1比1，咁我哋可以逐關咁向上推。係啦，通常一啲最重要嘅比率咧，嗱你要見到咧，今日咧佢已經係大概升穿咗呢一個嘅1.236呢個比率，點好少少先啦，我哋嘗試係啦。咁你見到咧升穿咗1.236呢個比率啦，咁咧嗱你要記住啊，我哋而家記住佢係有條件繼續上升。記住點解一樣嘢就係話，因為而家仲未開始話會減息印錢。但係咧，其實咧，你會知道咧，黃金咧已經係提前 price in 緊美國係有機會衰退，而咧我哋係不能夠推斷啊，因為三浪通常係延伸落，你唔知佢嘅 extension 係可以去到幾高嘅，係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我哋就要逐關向上推啦，即係話嗱，3450蚊左右個位置咧，已經係短線到咗我哋有機會懷疑三浪完成嘅條件。好啦，咁因為咧，我哋喺牛市嘅時候咧，我哋係唔可以好確實咁估到呢個三浪頂嘅。但係咧，從波浪理論咧，你會可以推斷到咧，三浪之後咧就係四浪啦。咁即係話咧，嚟緊黃金咧，呢一波因為呢一個美國呢個經濟衰退有條件發生，或者有個衰退嘅可能性嘅時候咧，咁三浪嘅頂咧隨時係會完結噶啦。咁伴隨住三浪之後就係四浪啦。咁四浪有乜嘢條件令到佢會出現一個四浪調整咧？就係話真正嘅熊市嘅時候啦，係啦。當發生一個真正嘅熊市嘅時候，就係股債金全部殺晒你，即係話無論如何減息去到中段或者有條件減息，真係會減息嘅時候，減息都減到尾段啦、頭段嘅時候咧，其實黃金咧有機會咧已經係偷跑緊，做翻一個四浪嘅調整噶啦。所以咧喺而家呢個位置咧，我係唔建議大家咧去重倉去部署黃金，反而係要留意有冇真係一個經濟衰退嘅信號，係啦，因為市場係提前 price in 嘅。如果真係發生一個經濟嘅衰退嘅可能性更加大嘅時候咧，咁你要知道啦，嗰個時候壞消息已經出晒嚟嘅時候咧，對於黃金呢個資產咧，就係佢要調整嘅時候啦，係啦，因為其實市場咧係永遠都係同我哋做緊一個反向嘅動作嘅，係啦，咁一樣嘅四浪調整，頭先講過係咪一定係股災啦，或者係做一個加息嘅動作啦？咁其實你可以睇翻咧呢一個 cycle 係呢一個二浪嘅 cycle 就係2020年同埋2020年去到2022年啊。其實黃金咧係做咗大概一個2年嘅調整嗱，配合翻啦。如果而家真係有機會發生一個嘅股災，或者之後經濟原來冇問題啦，我哋又要加翻息啦，咁黃金咧就會有機會咧做呢一個嘅四浪嘅調整咯。好啦，咁我哋咧先假定今次嘅嗰個黃金終點目標價3500蚊，喂，完咗咯，有機會咁咧，我哋睇一睇佢嘅四浪調整有機會去到乜嘢位置。好啦，咁根據翻波浪理論咧，如果個四浪調整其實個 range 好闊嘅，0.236、0.5、0.38，亦都可以係五浪嘅調整。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唔可以跌穿呢一個嘅一浪嘅頂部，即係話如果今次股災發生嘅話咧，黃金最深嘅調整係有機會落翻去到2100蚊。係啦，佢唔可以跌穿2075，即係話如果熊市發生嘅話咧，佢係可以跌翻落去2000蚊呢個位置，係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啦。咁一樣嘅，如果我嘅波浪理論冇數錯嘅話咧，咁之後同樣嘅，我哋經濟嘅循環又會再發生，又要行多一次呢一個4去5浪啦。咁咧，其實咧，所有波浪理論咧都話俾我知，喂，原來成個 cycle 咧都係周而復始咁。其實咧，所有嘢咧都係不斷咁行緊一個循環。好啦，咁之後當假設加息、黃金調整，咁之後咧又係下一波嘅減息嘅周期啦，係啦。咁呢一個咧就好長遠，之後再同大家講。但係波浪理論入邊咧話俾我知，其實咧佢仲有一個3，仲有一個4，仲有一個5啊。其實佢呢個3、4、5咧仲未行完嘅。咁如果真係配合翻咧，其實你可以推斷，如果呢個周期一直咁樣行落去，黃金係真係有機會升穿去到頭先講過7000蚊左右嘅位置，6、7千蚊嘅位置咧係相當之有可能發生嘅。係啦，咁今集嘅內容咧就有啲複雜，有啲豐富。
可能有啲唔明嘅大家，但係唔緊要，大家可以重複聽多幾次。希望今集如果對你哋有投資黃金嘅呢個資產嘅你哋有投資黃金嘅話咧，希望今集嘅內容咧都可以幫到你哋啦。係啦，咁就今集落嘅內容咧就講到呢度啦。重申一次啊，我嘅分析咧並唔係任何投資建議，係純粹用嗰個波浪理論咧去話俾你知，喂，原來成個週期呢個 cycle 咧其實可以用波浪理論去推敲出嚟嘅。係啦，如果大家對波浪理論有興趣嘅話咧，歡迎大家左下角數碼 QR Code 報讀。係啦，咁呢個咧課程係大概4至5個鐘頭嘅，咁課程嘅內容咧我會不斷咁 update。係啦，因為咧我都想用一個最顯淺最簡單嘅方法咧，令到大家明白波浪理論點樣可以運用到喺一啲相關嘅資產嗰度咧，點樣可以去到推敲到，喂，原來今次呢個牛市嘅目標係去到邊度，熊市嘅目標咧係可以去到邊度，係俾你哋咧進行一個多倉或者空倉嘅部署咧，其實係好好嘅一個嘅技術指標嚟嘅。係啦，咁今集嘅內容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就大家都幫我撳個 like 訂閱我呢個 channel，咁我哋喺直播嘅時候咧再同大家見面啦。